天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桌子上摆了相当就是供养鹿都木的一个这样的贡品，就相当就是四面八方都是有供养那个门的，然后供养水果，然后供养灯，供养水，供养花，但是桌子上还有很多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有这么大的距离里面，就像就是20几里或者是在30几里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在都没有任何的空间，其他的这种那装满一切贡品，这些贡品都是如同各种怎么说呢那个珠宝一样的这种价值感，当然也是有怎么说呢各种珠宝庄严着贡品，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贡品，全部都是摆在那里，然后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供养。那么供养的时间来说的话，供养的时间来说的话，也是做了百万千万很多钱的千万年都做了无数无量的功德，所以就非常殊胜，也是怎么说呢那个获得了很大的福报跟成就，所以就是提高了怎么说呢那个见解，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在他做供养的这些对境的那些比丘者，对他说：“你已经做了如此圆满殊胜的功德，所以呢，你就趁这个机会，刚好就是你要发愿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殊胜的时间，众生的福报也是非常大，所以就做了如此殊胜的功德以后呢，就发什么愿都是马上会实现的那种的时代。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第一呢，就是众生的心也没有那么清净，然后就也又从一种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做这些供养跟那些供品各个方面，又从做到那个数量上然后质量上各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多，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以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发个愿也是肯定实现的愿望，也是并不是像过去神那样的一个来的迅速嘛。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一定是会发什么愿就会实现什么的。所以那些比丘支那对他说：“你这次做了那么大的功德，所以你就已经是很有福报。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就利用这些福报的力、功德的力，你就现在马上发愿，你就这一世当中，必须得要变成一个男生的一个男人的身体，男生，然后就是为佛法继续护持佛法，继续利益佛法，继续弘扬佛法以这样的一个发愿，他们就是要建议他，然后也是引导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怎么说呢？那个公主跟那个比丘支们之间的一些对话跟问答的一些问题，但是最后他呢就是已经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一些见解跟成就，然后已经见解也已经很高了，他就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得到了一些圣义谛的见解，所以他就给同时他做这些功德的过程当中，因为得到这么殊胜的圣义谛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见解的原因是什么？不光是摆那些贡品放在那里，它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为了怎么说呢？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所以有发菩提心的，那菩提心的力量才是最殊胜嘛，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衡量，也没有办法就是比较说菩提心的力量才是最大，就像那个如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一样。菩提心的功德才是最殊胜的，其他所有的功德都是跟菩提心的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这两个比较的话，那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就像天地一般的这种差距。所以呢，就是他也发了菩提心，因此他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见解。那么他最后的回答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了这么4句他说：“此地无有男女之性别。”他说这里没有任何什么男或者是女这样的一种性别跟这种区别，那么实际上本身就是在
怎么说呢？法性当中来说到，就是实际上事实的道理就是这样的。